地震是无法扭转的节点，你救不了他们，他们早就死了。你所看到的只是过去的一个小片段而已。你咋来了？后面，快去！带着流氓，带着叔阿姨，赶紧收拾赶紧走，别晚了。今晚8点半，特大地震，整个村子都埋了。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听说的呀？地摊上的杂书看多了吧？拿牌，让地下了，别在这聊了，赶紧收拾东西，别回去。大家，你是我的，你别进屋。全体村民注意了，8点半就要地震了，赶紧离开家，找宽敞的地。为什么都不相信呀？地震了！别白费力气了，这种无凭无据的话，凭什么让别人相信呢？妈，你快回去，妈！别动，妈，别动！我家。这10年，我一直活在内疚和痛苦当中。我每天都在遗憾，那天我没有跟他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告别。还得是秦球啊，球打得漂亮，说话也给劲儿。茄子，3、2、1，笑起来！等毕业我找一好工作，买一套大房子，把您老接过去享清福，做全世界最幸福的小老太太。